腦裏意念凝練可衝天。錄音先，我相請確實應，名望四海濟萬煞，傳下香火盡法平。王父則見志，你都想促盡興，尋覓八方去學法，承擔使命。泉下新學弟子馮法澤，37歲，戊辰年己未月三山教，前傳親口教，13800元足。原來無盡奧秘發於佐敦高故居，觀見通天香煙飄彩起我三拜請。紅頭迎戰牛頭角中一方小破屋，將成背炮於空中，可算中有情致。個個像我從無怠慢日夜鍛鍊，將那一片片